該。邊度嚟？你真係同幫呢部機上先得唔得？得，得攞嚟。UD 564，你部機擺邊啊？中間。OK。喺呢度嗰陣。哦，你錄咗未啊？未，好似。插陣電池。可以俾翻你啦。我都要插。手腳都冇，喐晒手腳啦。我喺度，我跑緊。你唔係第一次搭 X 啊？第一次咋？我第二次。我第一次影 X1係有5143嘅。哇！不過冇拍。仲有5724原色，而家上咗新裝。好彩你唔係搭後面嗰班啫。如果你搭後面嗰班，我哋就趕唔切嘅，要等多。係啊，升唔到㗎啦。靜少少。歡迎乘搭龍運巴士 X1 線，本班車將由金江站開往機場博覽館，中途將有廣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3M 得唔得？介唔介意啊？陣間嚇？好緊23我就 OK。得多人23但係時間下次先，因為聽日咯，我介紹。聽日食 buffet。哦。朗廷酒店啊，尖沙咀。哦，集標酒店，西隧嗰度啊嘛。唔係啊，朗廷啊，尖 A25北京道巴士站嗰間。哦，181嗰度。係啊。下一站係機場博覽館。後日去 A1打保齡，同我生日。下一站是機場博覽館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請緊握扶手。